印度有冰川黑崩花，上无18人死亡，900人失踪。这款极端天气是害全世界4000多万的囡仔失去家园。新加坡为了限制车的数量，民众买车进前爱先买车证，这车证贵33已经花到245万起跳。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台。世界上大条，带大家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头先先来看日本三件新闻。日本政府发布罗西亚旅游警告，不过参议员铃木宗男说是违规去访问。外务大臣上川勇子的态度重硬，讲无按算要听伊解说，可能要直接甲处分。韩国朝鲜日报报道，罗西亚总统普京已经掌权24年。根据当地媒体报道，普京可能上紧11月就会宣布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继续拼连任。英国《Times》报道，众议院的前议长麦卡锡去互罢免，共和党内乱。美国前总统 Trump 接受访问表示，伊愿意接受帮助党内团结做代理议长。昨日是美国《纽约时报》指出，美国国防部证实，因是家己正伫咧叙利亚执行任务的土耳其无人机拍落来，因为离因的基地上过近。这是有史以来头一届，美军甲北约有志的飞机拍落来。上尾是《华盛顿邮报》，有北京的官员讲，北京是正咧安排拜登甲习近平会谈，预计因会伫咧11月 APEC 会议见面。罗西亚总统普京将发表年度演说，伊是批评这西方国家伤过骄傲，脱离现实。佮强调讲，罗西亚的军事行动是为着阻止战争。不过，罗西亚暂时佮空袭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至少是造成51个人死亡。攻击过了，规个厝境拢倒来，搜救人员将遇难者的尸体卷出来。乌克兰东部的哈尔科夫，最后受到俄罗斯的飞弹攻击。迄当阵，库皮扬斯克的赫罗扎村一间咖啡馆，有真侪村民正伫咧为一位乌克兰士兵举行守灵的活动，结果造成严重的死伤。Із них 51 людина загинула і 6 поранено. Скільки було дітей? Нам відомо лише про одного загиблого хлопчика, 8-річного хлопчика, який знаходився. 这个村有1/5的人伫这边的攻击死亡，所有的死者拢是当地村民。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批评这种针对平民的攻击行为，甚至不应该讲是野兽，因为按理讲对野兽是一种侮辱。这是俄战争开战以来平民死伤上惨重的攻击，联合国也强烈谴责。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伫咧度假胜地所起的一场年度论坛发表演讲时阵，批评西方国家自大，而且脱离现实，也重申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是为了要阻止战争。Вы сказали, сожалеем мы или не сожалеем? А что нам сожалеть? Это же не мы захлопываем дверь для совместного общения. Это же Европа от нас отгораживается и создает такой новый железный занавес. Не мы его создаем, а европейцы его создают. Себе в убыток и себе в ущерб. 普京也讲，自从乌克兰6月发动反攻以来，已经损失超过9万位士兵。若是无外部的援助，乌克兰的经济加军事实力只敢来当挡1礼拜。伊也讲，若是俄罗斯受到核武的攻击，或者是生存受到威胁，因就可能使用核武，敌人培有生存的机会。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来看另外一战冲突，叙利亚中部荷姆斯市，曾有一间军事学校咧办毕业典礼时阵，是去受到无人机攻击，造成100多人死亡。政府军是随点名，这是反恐军做嘅报复，大规模轰炸反恐军的据点。荷姆斯市这场军校毕业典礼有真侪学生囡仔甲亲校出席。当仪式准备结束，人阵渐渐行向广场，在爆裂物的无人机就开始发动攻击，造成100多人死亡，1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寡妇女甲囡仔。احنا واقفين مع شيء ما احنا تصورنا كم صوره بدنا نمشي ما شفنا غير شيء ما وع قلب الدنيا كلها شفت العالم بهالارض كلها ما بعرف شو صار ساعتها ما بعرف شيء نار صار بوجهي
这是叙利亚12年内战以来头一届出现无人机攻击。当时出席典礼的国防部长才拄啊离开尔。军方声明指控事件是反乱的人得到已经知影的国际部队支持所进行的。虽然无特别点名，不过随对反抗军控制的西北部伊德里布省真侪个村庄发动大规模攻击，至少造成几60人伤亡。قصف عشوائي أدخل بالضياع على بيوتها وجد قذف دمار على البيت نفسه صوفت أنا وابني وولاد أخي 叙利亚的分裂危机是为2011年开始的，民众对阿萨德政府的和平抗议，不过在武力镇压了后，却演变成全面大战。2015年，俄罗斯对阿塞德提供关键军事支持，政府军得到绝对优势。一直到今仔日，战争已经造成50万人死亡，几60万人受伤，2300万人有一半有路无厝，也有500万人伫境外变作难民。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美国总统拜登就任的时阵，是捌讲伊袂阁伫咧边境起围墙。不过，国土安全部昨日却是宣布讲，德州要阁起，要用来阻挡非法移民入境。拜登就去向质疑讲反起反倒。不过，拜登是强调讲，起围墙的钱是顶一任 Trump 任来通过，伊无法度改变，伊是不得已才来起的。对中美洲来的移民是真勇敢得过河。咱过美墨边界的天使网啊，来到德州要找庇护，因伫街仔路流动，从等去纽约、一卡口接其他的城市，变做是美国社会一个大负担。拜登伫咧就任的时阵，讲袂国去美墨边境墙围的这个承诺，嘛出现一寡转变。国土安全部拜三伫联邦公布讲，会伫咧德州边境争取墙围含车路，而且讲这是2019年川普任内国会已经通过的专款。Border wall, when money was appropriated for the border wall, I tried to get them to reappropriate, to redirect that money. They didn't, they wouldn't. 拜登讲，因为起墙围的经费爱专款专用，意思是无法度一定爱安尼做。国土安全部长嘛替伊补充讲，拜登政府的政策并无改变。There is no new administration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he border wall. From day one,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made clear that a border wall is not the answer. 不过，拜登安尼做，等于是咧继续川普的政策。川普虽伫社群媒体讲伊摕到胜利，而且爱拜登回失礼。墨西哥的总统欧布拉多嘛质疑讲，拜登政府安尼做根本就是咧倒退路。伊认为讲解决移民的问题，爱对军援来做起，互美国帮助大美国家发展经济。Esa autorización para la construcción del muro es un retroceso, porque eso no resuelve el problema. Eso no resuelve el problema. Hay que atender las causas. 顶个月对美墨边界入来美国在无身份证的移民是超过20万人，创新高。那共和党人是批评拜登的移民政策是令甲无实款，连民主党人包括纽约市长等等，也开始喊讲资源无够，无法度接受更较侪移民。专家认为讲，这个问题已经变作拜登政府上大的挑战，未来嘛一定是总统选战的焦点。公司新闻张慧敏编译。来看一项天灾消息。印度东北部喜马拉雅山一个冰川湖，因为落大雨，规个崩塌。这湖水是直接灌入附近的人家厝甲庄仔头，真侪桥甲路拢已经冲崩去，上无已经有18人死亡，阁有900人失踪，是这当地5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有大量土山的雨水直直冲入去庄仔内，河顶的桥已经冲甲坏了，画面看起来互人非常惊吓。印度东北部北挖喜马拉雅山的什金省，最近这几天一直落大雨。当地时间4号透早，一个叫做洛纳克湖的冰川湖向崩起，湖水灌入去河内面，河水位一时啊涨悬做大水。附近庄仔头的民家厝甲道路拢总淹去，有差不多22000个居民受到影响，是当地50年来上界严重的水灾。एक ही बार में बहुत बड़ा आया था, उसके कारण से हम लोग सामान गाड़ी घर का सामान कुछ भी निकालना नहीं पाया। यहाँ पे अभी फिलहाल तो ये पूरा टोटली डैमेज हुआ है 2 घर और वो कच्चा हाउस भी डैमेज हुआ है जो मेरा ही है। 若是建筑物甲交通受到破坏，这场大水佫造成真侪人死伤。根据当地官方的统计，到5号为止，已经有10几个人不幸死亡，佫有超过100个人失踪。死亡甲失踪的人当中，嘛包括20几个去当地参加救灾的阿兵哥。आज की रिपोर्ट के हिसाब से अभी तक 18 जनों के हताहत होने की सूचना हमारे पास उपलब्ध है। 98 पर्सन्स अभी भी मिसिंग हैं, जिनकी
सघन जांच चल रही है, उनकी खोजबीन की जा रही है वहाँ। 气候专家表示，受到地球气候暖化的影响，世界各地拢当伫面临冰川涌起的威胁。佮加上印度最近拄到落雨的季节，才会予灾情遮尔严重。若那颗乌伫放弃了后，雨的面积已经剩无原来的1/3，因为未来几天更有可能会继续落大雨。为着避免灾情扩大，当地官方已经准备25个避难所，让灾民会当暂时伫遐休困。另外，嘛继续进行搜救的行动，希望赶紧找到其他失踪的人。记者甘平安编译。咱头拄则看到印度的灾情真严重，其实大家应该会当感受到，这几年的天灾是愈来愈济，而且阁愈来愈强。这灾情就害真侪人失去亲人，失去家园。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在2016年到2021年，极端气候引起的天灾，上无是害4300万的囡仔有落无厝。这上界主要的天灾就是可汗、野火、大水甲风暴风台。伫咧美国甲加拿大，都有81万的囡仔因为火烧山失去家园。也若是这大雨甲大水造成的灾情，中国、印度甲菲律宾灾民的人数是上界济。不过，若是照比例来看，加勒比海岛国多明尼加上界凄惨，已经有7%的囡仔无厝通住。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甲总部设伫瑞士日内瓦的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合作，分析2016年至2021年极端气候引起的大水、暴风、可汗甲野火造成的一寡灾害，发现伫44个国家有差不多4310万的儿童拄着灾害，其中95%拢是因为做大水甲暴风才无厝通住，相当是每天有2万的儿童受害。敢若印度甲中国2个所在都有1900万的儿童是大水灾民。वो लोग बोलते हैं तुम्हारे घर में बाढ़ तो हम लोग बोलते हैं हाँ, तो बोलते हैं कि तुम्हारे पास तो कुछ भी नहीं है, तो हम लोग बोलते हैं कोई बात। 暴风引起的儿童灾民以菲律宾上济，每10个人都有4个。因为野火造成的儿童灾民，大部分是伫美国甲加拿大，有81万人。It's really critical that we come together to ensure climate finance can be channeled to those countries that are facing these overlapping crises, so the climate risks, conflict, fragility, where we see that children are the most vulnerable. 为上新的气候报告来看，5万极端气候灾情减少，甚至是较慢落来，恐惊是一件无法度乐观的代志。欧盟委员会所属的气候研究机构各百年气候变化服务讲，今年9月的全球气温比1991年至2020年平均的温度悬出摄氏0.93度，甚至比2020年的破纪录高温悬0.5度。今年恐惊会是历史上上介热的一年。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伫台湾买较普通的车，可能100万会当解决。不过，若是伫咧新加坡，上无就要3-4倍介绍才有法度。因为新加坡要买车进前，要先买一张车证。这车证是贵33，已经花到破200万台票起跳。会有这款政策，是因为这新加坡的土地真细地，差不多是2.6个台北市。不过，算是有590万人住伫咧遐。若是大家人拢要买车，这交通绝对就会踢甲变过。所以讲，就用这车证来限制车的总量。今年车证划价结果，1600cc 以下细只车一张就要245万台票。若是休旅车、房车这款大只车的车证，就要破330万台票。所以讲，伫咧新加坡，若是要买一只台湾开价这100多万的车，伫咧新加坡加上车证，佮有税金，就要破500万台票。这普通的家庭根本就买不起。所以讲，新加坡目前是敢若1成人口无到100万人有车。新加坡是全世界生活成本上悬的国家之一，有一台车会当讲真车祸的代志。为了整治塞车的问题，新国政府伫1990年引入车牌配额制，用来控制汽车的总数。主管机关每个月会举行2届招标会，车主必须先成功得到效期10年的车证，才会使买车甲开车上路。若做想要买的是 BMW 还是免入这种高级车？敢若车证的成本就差不多相当，也是超过新加坡一个标准家庭年收入。新加坡10月头一轮车证的公开投标活动已经伫初时结束，1600cc 以下汽车车证先到价是新台币10.4万，差不多投票245万。
是2020年4月外 SUV 等大型加高级车组车程的价格是新加坡币146002块，差不多是台票344万，起我买新加坡币5000外。大型车是新加坡币15.2万，差不多是台票358万。若是起新加坡币7000外，还佫头一遍突破新加坡币15万。车程只是车主得到买车的权利，也佫有车本身的成本爱考虑，佫加税金加进口关税。车程制度互新加坡人变作是全世界买车成本上贵的国家。举一个例来讲，伫新加坡买一台 Toyota Camry Hybrid 标准新车，佫加税金加车程的成本了后，爱付差不多新加坡币25万，也就是差不多台票588万，比美国贵6倍。新加坡人口大约550万，也是世界100万好业人人数上济国家之一。不过，对平均年薪新加坡币7万块，我买台票165万，家庭年薪中位数120188块，我买台票286万的新加坡人来讲，车程是买车试车一大难题。到去年底，全国私人汽车数量较无100万台。公司新闻沈乐培编译。中风的患者上爱普遍的病症就是骹手袂振动，就要个病人坚强复健，才有法度溜溜啊开放。不过这效果嘛是真有限。美国休斯顿大学着甲病院的医疗团队研发出一种仪器，安尼治理就当解脱大脑的信息，振动患者的骹手，就安尼来加强复健的效果。今日要厝豆豆山顶动骹步，住伫美国德州的瑞杜斯坐伫碰椅豆豆啊讲话，互人看袂出9动前的伊目中风过，无法度讲话甲行，倒边的身躯无法度振动。2014, September 30th, around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my wife said I was talking out of my head, and she woke me up, and she said, move your arm, and I couldn't move my arm. 68岁瑞杜斯中风了后，经过真侪档的治疗，豆豆恢复讲话能力，倒脚是倚靠机器架咧行，也毋过伊倒手恢复较真慢。因为瑞杜斯的妈妈甲弟弟拢因为中风过世，所以伫伊知影休斯顿大学甲 TIRR 纪念赫尔曼病院共同研发出新的仪器，爱中风病人协助做临床试验的时阵，伊就报名参加。这款机器设计做伫伫头壳顶的造型，是用 BCI 脑机介面，甲大脑、电脑甲机器做连接，透过特定的方式侦测脑部的信号做分析，佮甲信号转做电脑的指令，用电脑操作外部的机器，甲原本无法度振动的肢体刷振动。The headset detects the movement intent, and that top-down signal goes to the robot to assist with the movement, and in return, the movement generates feedback back to the brain. And when you have top-down information meeting within a time window, bottom-up information, that leads to neuroplasticity or heavy learning. And that's what changes the brain. That's what leads to neurorehabilitation. 瑞杜斯医生表示，一直练习的治疗方式，有关是为中风状况豆豆康复的办法，也毋过疗法有限度，所以爱用机器辅助，提供中学会当有一个简单运动，互患者做需要的运动数量，才会当重新连接大脑内底负责运动的部分。暂时，瑞杜斯已经用仪器伫厝内做6礼拜治疗，伫仪器的协助之下，卖当豆豆甲手刷振动。研究团队表示，这款机器搁伫咧开发、搁筹备资金的阶段，希望资金会当有够做搁较大规模的临床试验，申请 FDA 美国食药管理局的批准，帮助中风的患者尽量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公视新闻台董炳玉。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